心靈交響曲，時刻在提醒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。詩篇16篇2節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。本是大衛伯樂的掃羅王，因嫉妒大衛的能力，下達追殺令，迫使大衛無處可容身。躲在曠野的山洞裏的大衛，是危難險阻，是滿腔悲憤，異常萬分的恐懼充斥着心頭，湧在眼前的困難挑戰未能使大衛被嚇倒。他向耶和華呼求，他向耶和華禱告，明確地宣講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一切好處都在神裏。他不斷地提醒自己要信靠神，神是他生命的唯一依靠。堅決的投靠神，神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們，使我們得着滿足的喜樂與永遠的福樂。來，我們一起禱告。順境與快樂時也在提醒我們要感謝神，在逆境與患難時更要拿穩神給我的應許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向神傾心訴說我們面對的挑戰與困惑，祈求聖靈在心裏作出提醒與督責，耐心等待是神的指引，領受是永恆的福樂。以上感恩的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祈求，阿們。